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嚟到進馬選嘅時間啦，又同各位觀眾分享嚟緊星期三啊，跑馬地嘅賽事15號嘅賽事啊。咁9場等大家啦，咁似我嘅試跑道啦，停賽嘅尼維斯兩位周俊樂同埋寶浩榮嘅，咁嚟到沙科嘅賽日都唔使多講其他嘢啦。咁希望繼續大家支持進馬選啦，暑期會繼續出暑期眼囊系列俾大家嘅，咁大家就馬翻低佢兩季咧做好準備啦。咁其實好快又會開翻季嘅啦，所以大家咧就唔使覺得咧好似都冇嘢玩過，因為暑期咧相當多嗰啲叫做外國馬去玩咁樣嘅。咁直接講心水啦。好啊，唔該子華，話咁快咧就嚟到10科戰啦。今次我就揀咗打頭陣第一場啊，5班嘅1650。今次揀一隻12號勁爽啊，咁就呢隻馬咧就現時評分咧得翻23分嘅啫。如果喺最後呢個10科戰入邊咧攞唔到分數咧，下季咧呢隻馬咧就會被淘汰噶啦。咁其實馬而家先係得5歲嘅咋，咁就其實今季咧都相當個成績都穩定嘅。跑咗9場賽事，其中有8場咧都跑到前5名嘅。其實個分數咧都喺21分至到26分之中之間徘徊。咁但係咧嚟香港跑咗20場賽事，都未打到勝利之門嘅，咁就只係得2個第2，一個第3，咁就幾乎啲成績咧都係今季所創造出嚟噶啦，咁就都減下，去到現時得23分咧，都嚟到危險水位啦，咁就最後一戰嘅話咧，就肯定係要杯水一戰噶啦。如果今次攞唔到2分加分落去嘅話，咁呢隻馬咧就下季都面臨退役嘅境況噶啦。咁嚟到現時個得翻23分啦，水位就歷史都新低噶啦。咁而且就今季跑馬地其實咧都跑過好幾場嘅1650，都跑到3至5名喺度噶。咁近期跑沙田嘅1600咧都跑過第二出嚟嘅。咁就最好成績就741場次，當時就跑過第2啦，輸俾威力非凡啊，你贏咗智醒大將極速之子啊嗰啲馬嘅。咁當時其實就以短馬頭位輸到，其實就認真係可惜噶啦。咁就分數減落嚟呢個水位而且就背負着最後一戰要爭分之前去講，咁呢隻馬其實咧就肯定都全力以赴噶啦。而且睇翻啦，近四仗其實個水準咧都非常之穩定嘅，全部都跑入前4名。咁就隻馬其實都例牌準成嘅。咁就今季5班3次都跑入前3，咁5班嘅能力咧相當之準成。咁就今次咧配備方面帶翻個人王面箍啦，咁就都賽前都做咗一啲嘅快操啊、游水等等。咁見落去咧就隻馬狀態都係幾好嘅。咁個磅其實都係輕噶啦，孭住118磅。咁唯一挑剔下就今次運氣真係差啲啦，抽咗個11檔。咁就大外檔起步，咁就睇下楊明倫點樣發揮啦。咁就騎練啊、馬主啊，其實都背水一戰噶啦，所以大家都呢啲馬咧嗰個精神咧絕對唔需要擔心嘅。咁就始終就睇下個檔位點樣發揮，馬嘅狀態其實都穩定嘅，多處都守住一啲靠前嘅位置。咁就係點樣就可以打開嚟香港嘅勝利之門，攞下啲分數又可以護級咧。咁啊呢個真係最大嘅挑戰。咁就整體嚟講咧，今組嘅對手咧又唔係話太強嘅，係5班嚟講，基本近期適應嘅馬咧其實都唔多嘅。咁就降班嘅特星之旅啦，勇者無敵咧，呢啲其實近期狀態都唔係話太好嘅。就算川河營區咁都係啦，可能狀態好啲嘅就4號嘅多利神區啦，今季都多次都係近嘅。咁但係呢隻馬其實都準成噶啦，上次受阻都仲可以發揮得到。咁呢啲馬其實都係一啲熱門分子啦，熱門嘅肯定呢隻就試跑得啦。咁就今次唯一就係12檔又比較重磅，咁就上次2次放行星2次贏噶啦。咁呢隻馬近期都跑過第2、第4啊，咁就狀態相當啲唔錯噶。極速滿貫啊、怪獸波士啊嗰啲都係啦，其實都喺呢個途程咧都跑過第4、第3、第4名。咁其實呢啲咧都係一啲實力分子嘅。數落去嗰啲又有乾坤啊、幸運福星啊嗰啲馬咧，其實都唔係話太多噶啦。反而就係電信驕陽近幾場賽事咧，由5班之後咧又開始有啲狀態啦。啱啱5班130磅都跑第3，今次再輕多幾磅，會唔會喺前面一走翻嚟咧？又唔知。咁但係對手都比較均勻啲啦。你話一枝獨秀嘅又唔係話太多。咁今次呢個勁爽就唯一挑剔嘅就係11檔啦。
啦，睇下佢點樣克服呢個檔位。咁就步速方面咧，其實就唔多快馬噶啦。幸運福星啊，勇者無敵啊，怪獸 boss 啊，呢啲預計喺前邊跑嘅。咁呢隻勁爽點樣11檔拍埋嚟咧？3碟拍到埋嚟嘅話咧就好跑，因為你過去幾次跑到上名，其實佢都係守住啲4-5位去跑㗎。咁就最緊要今次可唔可以睇下順利攝到埋嚟？咁啊喺後段爆一段落去有冇得追下啦？咁我整體條件啊各方面咧都係有利嘅，而就個呢隻馬咧個榜又比較輕，咁就爭分嘅決心咧又十分之足。咁我覺得都有呢啲馬咧肯定都係全力以赴噶啦。最低嘅話咧贏啊梗係最好啦，唔係嘅話攞個第二都仲有機會爭翻呢2分落去嘅。咁就肯定全力以赴啦，呢啲馬就唔需要懷疑。所以今次就推介下呢隻12號嘅勁爽作為全日嘅重心。推介俾大家，今次同樣係想拖到背腳嘅，咁就揀隻4號多利神區啦。上次我都有推介嘅，咁就都係跑過第4，咁就今次再揀一揀咧季尾，始終就雙場賽事受阻，咁就表現平平啦。今次就換翻趴道策騎，咁就今季2個第3都係巴布騎嚟噶啦。咁就今次落班就加17磅，咁有個4檔，咁呢啲馬其實都幾準成啊！今季2個第3噶啦，咁呢啲馬其實例牌都追一段嘅，咁我覺得呢啲作為配腳咧都係唔錯嘅，可以選擇下。咁我今次推介12號嘅勁爽作為全日嘅重心，單棍拖4號嘅多利神區推介俾大家。好，唔該，我就提供第5場嘅3號快樂神區咧俾大家參考嘅。嗱咁是季尾啦，咁亦都同大家聽眾講聲多謝啊，好多謝你哋繼續支持駿馬優選呢個項目，咁亦都支持榮少提供嘅貼士，雖然唔係成日中咁但係咧都好盡心咧係提供貼士俾大家嘅。咁希望咧來個有機會再同大家見面啦，提供一啲唔係必贏係自己嘅心得。咁今次咧殺科啦，我就提供3號嘅快樂神區。咁希望大家咧中到之餘咧，亦都係快樂賽馬快樂呢隻馬非常好嘅名嚇。咁霍宏星騎嘅，咁廖康銘3歲出生嘅馬，咁啲馬狀態好用非常之用。但呢2場咧跑得非常之好，近呢4場其實都係霍宏星親自主地嘅。咁呢隻馬咧騎慣騎熟噶啦，上次已經跑第2噶啦。咁呢度咧點會話唔得咧？係咪？即係呢隻馬側身馬咧亦都好夾霍宏星嘅檔子嘅。咁上一場跑得非常之好，跑第2。咁前一次泥地又跑第4。咁其實切短途咧係好啱呢啲馬跑嘅。佢隻馬咧就都幾大噸位都 OK 嘅，啲馬都。咁喺呢度咧唔會輸蝕嘅，輸埋11檔啫但係夠快夠快。咁呢隻馬咧吸埋內檔吸埋嚟咧，就應該咧無驚無險咧就到終點噶啦喎。咁希望咧係跑得好啦。跑對手，咁對手多唔多啊？對手都多喎。都話威利非凡上次話衝出咁不過似乎我覺得呢隻馬咧沙田大場會好少少嘅。凝聚美麗咧始終咧就係1000米嘅馬嚟嘅。咁另外咧趙必勝文采風流喜意大贏來威神區呢啲咧側身啲未熟嘅，甚至乎久圍軍都未得志。下一季啦，咁剩翻落嚟就係盛世威風同埋過關勇將。嗰勇士呢隻馬咧稍微跑多啲咧就熟啲嘅。咁所以呢隻側身馬咧，似乎呢咁後生嘅馬咧，快樂神區咧一啲都唔輸蝕嘅。咁所以 WinPay 提供3號嘅快樂神區個積號熱少少啦。咁2隻腳，第一隻腳咧一定要拖一隻盛世威風啦。今季大放異彩仲揾埋艾少禮季尾都揾佢一檔添，簡直係如虎添翼咁呢隻馬試集第1嘅，非常之好嘅勢咁第2隻咧就跑，其實呢隻馬一路跑得幾好希偉森少一次第2嘅，不過喺沙田sorry 唔係，都係快樂高。前一次班德利大前至跑第4，跟住第2。咁上次嗰個檔位太差啦，係咪？咁而家呢個檔位後生係好少少，都唔係好理想噶啦。咁似乎咧做腳會穩陣啲呢隻馬咧都應該有啲交代啦。會唔會落班咧？咁好難講咁呢啲馬咧就始終個身形咧輸蝕咗。咁希望今次咧能夠保重啦。咁第5場提供第5場嘅3號快樂神區，一邊3匹借落去2條 Q 位置 Q 就6號嘅盛世威風，12號嘅過關勇士，希望食埋個尾糊啦。今次子華就介紹第9場賽事3班千二米咁呢場就係季內嘅馬咧，其實都相當都有績噶啦，呢場賽事都咁，包括佛雷島繼往開來超越騎士呢啲馬都會有績嘅。咁我自己會揀翻2號勁進王者作為呢個重心。其實上場賽事咧無疑上都幾失望，講真贏唔到。
寶駿同嗰隻可靠大師咧，哇都真係幾失望㗎，仲要平台被星運少將咧一齊分咗個 pace 一步，咁所以馬房咧決定不妨咧都係轉啲配備上啦，係咪先？加翻眼罩俾佢。其實呢匹馬咧，我自己覺得咧加完眼罩咧，其實都唔錯嘅，應該就冇咁立啦會，同埋咧會更加幫佢集中啲。咁當然咧，其實今季你大致上你見佢平日跑得好咧，永遠都係咧一定係大後追上嚟嘅勢好好。咁唔排除其實上場賽事跟前咗反而冇咗嗰種後勁。咁當然啦，其實佢啲積就真係唔使多講噶啦，沙田積好硬淨嘅，尤其都場第3啦，都有啲咩線路英雄、嘉應騎兵嚟嘅，贏緊南區之星啊、太子啊、健康快車嗰啲嘅應到，所以質素上無疑上呢組咧應該完全係配搭係唔錯，亦都係夠做嘅，我都係覺得。周呢個5檔我都望手啦，首個2碟位置掟出去衝咧，呢馬我相信都會繼續跑得好嘅。所以介紹咧2號嘅勁進勇者先。咁啊，兩翻隻配角俾大家啦，先揀咗呢隻4號傑出雷霆。有呢隻傑出雷霆咧，能力都係有噶。咁係當然啦，集中喺啲沙田積度啦。咁贏一場賽事贏半個拎咧，其實佢贏緊啲咩馬咧？有備而戰喎，有備而戰嘢再出咧，其實已經再贏，不過留咗鼻血咁解啦。力壓住嗰啲叫做星月飛雲啊，甚至嗰啲飛馬座嗰啲，完全係夠晒積噶啦。咁當然好似賽事會轉嚟谷草賽事啦。咁但係呢樣嘢啦，就係同啲勁進王者一樣啦，賺到個卡士啊，我自己覺得都。咁所以咧，4號傑出雷霆咧，點都要包住佢。另外再攞嘅話咧，就係嗰隻咧9號嘅逍遙騎士。咁今次有啲縮程嘅概念啦，因為佢之前咧跑啲1600啊、1400咁樣贏，咁喺前邊。咁今次1200真係唔知點樣，但係馬房明顯讓路俾琴日嗰隻馬啦，係咪先？咁都輕鬆贏咗噶啦。阿田雞跑嗰隻名將係4海，我今次轉程過嚟，咁冇理由話真係為咗轉程過嚟而跑噶，係咪先？咁到得呢場次，我相信咧點都會有啲想法去喐下手咁樣嘅。咁當然啦，今次田雞跑翻呢個嘅佛亮佬喎，但係前節馬今場賽事唔算特別多噶，得任羅家興啊呢啲會前置少少嘅。咁所以變相逍遙騎士咧騎咗出嚟嘅話，守個3-4位咧應該都繼續好跑嘅。所以呢場賽事就介紹嘅2號勁進王者1 V 3P，啱啱4號傑出雷霆啊，同埋9號嘅逍遙騎士。呢場賽事就咁決定啦。好啦，咁啊去到殺科嘅時候啦，咁希望各位咧投鼠嘅人咧，狗鼠快樂啦，咁啊繼續為內季做好準備，下集見，拜拜。